大家好，我係香港大學中文教育研究中心嘅課程發展主任 Tony。有部分小朋友升上小學之後，喺學校會出現行為問題，例如容易同人有爭執。今日我想同大家講下點樣幫助升讀小學嘅子女培養良好嘅行為調節能力。行為調節能力亦就係我哋成日講嘅控制自己嘅行為。當小朋友面對唔同嘅情景嘅時候，例如俾人搶玩具、功課遇到困難，除咗佢哋要先調節好自己嘅情緒，仲要能夠控制自己嘅行為，遵守規則，用恰當嘅方式表達自己。而呢種能力同學業成就、人際關係嘅和諧，甚至未來嘅職業成功，都係有密切嘅關係。研究顯示，行為調節能力較高嘅小朋友喺升小學之後，唔單止更加能夠專注喺學習，仲能夠更加好嘅同其他小朋友相處，甚至喺面對壓力嘅時候，表現都係比較好。而家庭環境同埋父母嘅教養方式喺培養小朋友嘅行為調節能力入邊扮演關鍵嘅角色。父母如果能夠提供穩定嘅支持同埋適當嘅規範，小朋友嘅自我控制能力就會更加強。作為爸爸，可以點樣幫小朋友提升佢嘅行為調節能力呢？有研究指出，如果爸爸喺親子互動入邊有比較多清晰嘅規範同埋行為引導，咁樣對於培養小朋友嘅行為調節能力就會有明顯嘅作用。所以我有以下兩個建議：第一，建立規律嘅生活習慣同埋明確合理嘅規則。如果小朋友細細個都冇規律嘅生活習慣，唔知道要遵守規則，升到上去小學，自然亦都唔識得控制自己嘅行為。爸爸應該同媽媽商量，為小朋友建立規律嘅生活習慣，例如制定固定嘅起身、食飯、做功課同埋瞓覺嘅時間，幫助小朋友建立預期感同埋安全感。咁樣亦都係有助小朋友學習自我管理，亦都可以同小朋友一齊去設立幾條簡單而明確嘅家庭規則，等小朋友明白每一條規則背後嘅原因係啲乜。當小朋友做到嘅時候，要俾佢肯定同埋鼓勵。第二，示範調節行為同埋自我控制。父母係小朋友最重要嘅榜樣。當遇到困難或者情緒波動嘅時候，爸爸可以表現出冷靜同埋理性，等小朋友模仿學習。例如，當你覺得好嬲嘅時候，可以話：爸爸而家有啲唔開心，我想深呼吸一下，去洗手間洗個面。又或者喺工作唔係咁順利嘅時候，同小朋友分享一下自己嘅諗法同埋感受。小朋友其實每日都喺度觀察緊父母，佢哋會自自然然模仿你處理情緒嘅方式。簡單嘅示範往往比長篇大論嘅說教更加有效果。最後，俾一個小提示大家，就係建立生活規律，冷靜調節行為。下次我哋會講下點樣培養小朋友嘅自律能力。拜拜。